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8月24，以赛亚书43章第4节安尼讲：因为你伫我眼中真宝贵，我看重你，真实疼你，所以我用别人代替你，用万国来交换你的性命。三甲来祈祷，看阮做宝贵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甲拯救阮的上帝，你是用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救赎阮的天父。你早前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，现在你也要救阮脱离恶者的罗网，因为你有救赎阮，要叫阮的名呼召阮，互阮通属伫你。主啊，伫这苦难的世间，你应允阮。阮过大水的时，你甲阮同在；阮过江河的时，水的确无淹没阮。阮对火中行过去，的确无受烧，因为阮伫你眼中真宝贵，你看重阮，真疼阮，用万国来交换阮的性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看咱真做伊眼中的宝贵，伊看重咱，真实疼咱。耶稣疼你，赐你平安。